小连续2天有人落落台铁的铁基路，20暗时台铁蒲州站有人跳江落去铁基路，警消人员找2点钟煞找无人。今日透早，这个查甫人主动到案，互人按照公共危险罪移送。因来自伊挖到台北站甲凤山站，也有民众落落铁路。凤山有老伙仔无细致为月台拨落，紧急送病院。 出动长的软桥代替凤山站的人员，警消甲救护人员，大家3两个甲摔落去铁基路的阿公扛起哩月台。日接近中昼，准备坐车去屏东枋寮78岁阿公，家己跋落去月台，倒骹的骹头骨骨质无法度振动。因为看到对面月台有列车进站，他担心是自己要坐的列车，一时紧张之下向前走了几步，然后不小心不慎掉落古道。 每日站的自强号车站赶紧通知伫站外停车，连带影响另外一班区间车20分钟。了后由救护车甲阿公送病院。因那同一天互送病院的，阁有面甲骹手刺伤的67岁的男性，因为总入去台北站的铁基路，启动着新自强号，加载列车拄入站，赶紧动起来，男性意识清楚，互救出来。本分局调阅相关监视器影像，初步排除外力介入。 后续依涉嫌刑法公共危险罪，函送台北地检署侦办。早蒲州站也有人落落去铁基路，只是警消甲台铁人员开2点钟找无人。落尾这个男性第2日家己到案，讲伊是欠债，想要行底路煞失败，不过已经影响到58班车万均。台铁这种落落铁基路的事故常常发生，浪费真侪社会成本。感谢加速推动外台的闸门，民众分别有看法。会保护会比较好，这样子。OK。再多污染，如果他自己本身不注意安全的话，也是没有那个。台铁也表示，若准证实是人超工入侵路线，去弄到列车，除了由铁基路警察按照违反公共危险罪侦办，影响列车顶损失，也向当事人求赔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